上传档案到云端硬碟，选分享，选了右上角3点点一下，然后分享，按储存到云端硬碟，储存到云端硬碟。账户右边，账户右边点一下，账户那一行点一下，可以选账户。账户怎么来呢？申请那个 Google 账户 ，Google 账户，然后可以申请 YouTube 账户。YouTube 账户产生网络电视台的新增账户，资料夹可以选，资料夹可以选已有共用的项目，资料夹一个加号就会产生一个资料夹。按选取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未命名资料夹，按选取。接下来怎么做动作？按储存，再来查看看，按分享，按储存到云端硬碟，第一行第二项，储存到云端硬碟。账户对，文件标题对，未命名资料夹，按进去，有了，上传中了，上传中。来回来看那个档案有多大。大概要传多久？2分39秒，49.63 MB。内容很丰富。